GroupBuyer.com 為你推介，綜合咗咁多位用家嘅評價，呢間酒店套餐真係性價比爆燈。多位住客都大讚酒店房間又大又乾淨，張床同枕頭舒服到令人唔願起身，冷氣夠凍之餘，員工服務態度仲要好好。會詳細講解入住資訊，仲識得主動安排雙連房俾家庭客，真係抵讚。最吸引係個套餐包埋自助早餐同晚餐，海鮮款式多又會不斷補充，雖然有部分人話味道普通，但整體來講都算豐富。另外有套餐仲包埋按摩服務，住客都話安排得好妥當。特別係節日期間唔使排隊等位，慳返唔少時間。地理位置方面，雖然唔算就腳地鐵站，行過去要8到10分鐘，但勝在連住大型商場海岸城，樓下已經有齊食肆同商店，而且去滑雪場都好近，車程10分鐘就到，對想去玩雪嘅朋友來講真係超方便。總括而言，呢個酒店套餐絕對係平靚正之選，難怪咁多住客話會再嚟住。整體評分有4.3分，絕對係實至名歸。555港元就可以入住深圳寶安萬豪萬豐酒店，呢個價錢真係抵到爛啊 Tilda！ 酒店位置超方便，樓下就係萬豐海岸城購物中心同山姆會員店，行街購物話咁易，仲要近住寶安國際機場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，無論係出差定旅遊都咁啱使。房間有30到35平方米咁大，採用現代簡約設計，仲有全景落地窗，望出去個 view 靚到爆燈。最正係酒店設施24小時開放，包括健身中心、自助洗衣房同免費現磨咖啡，想幾時用就幾時用，真係貼心到極 Tilda。仲有個超級加分位，酒店就喺華發冰雪熱雪奇蹟同地鐵站附近，去邊都咁方便。呢個套餐真係抵食夾大件，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去玩啦！交通便利，寶安國際機場及深圳國際會展中心、萬豐海岸城購物中心及山姆會員店下樓可達。酒店外觀傍晚景，30到35平方米現代簡約的高級客房，全景落地窗，絕美視野，為你營造輕鬆舒適的住宿環境。耳目口腔機構，24小時健身中心，讓你隨時保持良好狀態。德書堂，24小時自助洗衣房，滿足你的日常所需。喜庭，24小時免費現磨咖啡。喜庭，喜庭。漢陽庭，高爾夫體驗，自助餐廳，自助健身房，大堂前台區域，大堂賓客休息區，自助洗衣房，高級雙床房，高級大床房，洗浴間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